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6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8篇，撒母耳上卷第7章第3节到15节，启示录20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靠主得胜。人生有济无法度去控制的情形甲代志，而且通常这代志也拢超过咱的能力，所会当胜任，还是讲去解决的。咱对这个以色列出来集中的领袖摩西到约书亚，甚至其他的领袖士师，你到伫咱最近常常讲到以利因这个家庭，甚至咱今仔日读到撒母耳的服侍。有一个真简单的原则，就是当上帝的仆人抓做家己真熬的时阵，就会失败。当一个上帝的仆人愿意谦卑来靠主的时阵，伊就会当来得胜。撒母耳上卷第7章第3节到15节，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所讲的话。撒母耳治理以色列人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讲：恁若要专心归顺上帝，就对恁中间除去外族的神明阿斯塔洛女神，坚决来归向上主。只有服侍伊，伊就会救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就除去逐所在的巴力甲阿斯塔洛的女神。只有服侍上主。撒母耳讲，着组织所有以色列人来米斯巴，我要为着恁向上帝来祈祷。因就组织伫米斯巴抢水到伫上帝的面头前。迄日因敬者伫遐忏悔讲，愿所有得罪上主。撒母耳就伫米斯巴裁决以色列民间的案件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伫米斯巴组织，因的首领就出兵攻击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听到就真惊。以色列人甲撒母耳讲：请你继续为着阮来求叫上主，咱的上帝，求伊救咱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撒母耳就用一只食灵的羊仔做烧化祭来献给上帝。撒母耳替以色列人求叫上帝，上帝有听伊的祈祷。撒母耳在献烧化祭的时，非利士人逼我来要攻击以色列人。迄日上主大请单雷攻击非利士人，拍乱非利士人来逼我要来攻击以色列人。迄日上主大声单雷攻击非利士人，拍乱因就刣输，对以色列人的面头前来逃走。以色列人对米巴输出来，追赶非利士人，追杀因到伫伯甲附近。撒母耳伫米斯巴甲先中间徛一块牌，一块石头，甲伊号名做以便以利，就讲到今仔日上主一直在帮助咱。对迄日起，非利士人就屈服。勇敢毋敢搁侵入以色列的领土。撒母耳活地的时，上主的手阻止非利士人的侵犯。对以吉伦到加特，非利士人抢去的城拢行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收回拢总的土地，迄时以色列人甲迦南人和平相处。撒母耳一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因为所得爱面对的情景，咱拢无法度来预先来知影。但是若是靠主，就会通避免困境所带来的伤害。
约翰伫启示录中间提到着会经常互足侪教会伫公元2000年的时阵要来临的时，就努力办足侪福音的聚会啊活动。对伫遮个未知的异象，咱无法度对字面去了解，然后去面对。这种千禧年的异象，毋是要用迄个数字年的界限来思考。千禧年的异象，伫仪表耶稣基督要掌权，来倚靠基督的人就要来得胜。启示录第20章第1节到第6节，约翰安尼讲到这特殊的情景，1000年。后来我有看见一个天使对天顶落来，手提无底深坑的锁匙，甲一条大条的铁链。伊掠迄只恶龙，就是迄尾老蛇，是魔鬼，是撒旦，甲伊绑1000年。天使甲伊迄落伫无底深坑，然后甲无底深坑拐抹，佮用印封起来，互伊袂当佮去迷惑列邦，一直到1000年满。这个期限过了，伊一定会暂时受偷放。我有去看见过来的宝座，坐伫宝座的有得到审判的权柄。我嘛有看见遐个为着耶稣的见证甲上帝的道，互人斩头的人的灵魂。这个人毋捌拜寿，嘛毋捌拜寿的像，因的头额是手无接受寿的记号，因拢搁活甲基督做伙统治1000年。所剩的死人到伫1000年满的时阵就会搁活，这是头一遍的搁活。有份伫头一遍搁活的人真有福气，因是圣洁的人。第二遍的死无权通过因来管辖。因会做上帝甲基督的祭司，嘛会甲基督做伙统治1000年。相款伫诗篇108篇也提到着咱着爱靠主，才会通得胜。诗篇108篇，靠主才会得胜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的心神要唱歌称赞。琴仔色啊，着醒起来，我要甲日头叫醒。上主啊，我要伫目邦的中间来感谢你，伫列邦中间唱歌称赞你。你的慈爱比天较悬，你的信实透过强壮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盘过天，愿你阳光遍照全地。求你用正手牵救阮来回应阮，求你所听的人得到头放。上帝伫伊的圣所所讲，我大胜利啊！我要分割世界，分配苏格的山国。基列是我的，马拉西嘛属我。以法莲是我的头花，犹大是我权柄的拐。摩押做我的一盆，我迄我的下伫以东。我因为较赢过非利士大声话，啥人要带我就去坚固的城，啥人要带我去以东的地。上帝啊，你减有气杀阮，上帝啊，你减袂过甲阮的军队斗阵出征，叫你援助阮攻击对敌。因为人的帮咱袂靠得，靠上帝，阮才会得胜。伊会拍败阮的对敌。感谢上帝帮助阮，当阮拄着困难、拄着试炼，帮助阮无因为安尼就下倒，互阮会通来靠主得胜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